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嘅南美旅程。今日呢一集係第10日同第11日嘅合併版，一次過帶你哋由彩虹山衝到去玻利維亞拉巴斯，2日行程，有高山，有湖泊，有國境，仲有山洪後嘅應變，保證精彩。3月14號係行程嘅第10日，凌晨3點天未光就起身出發啦，一出到門口凍到震，仲要落雨添。開咗2個鐘頭車就到咗庫西帕塔區嘅餐廳食早餐，多數團都喺呢度落腳食早餐嘅。跟住就再揸多1個鐘頭山路先至到達彩虹山嘅停車場。導遊詳細咁解釋行程同路線之後，我哋就出發啦。因為之前落過雨，成條路都係泥巴，行起上嚟其實都唔算太辛苦。最辛苦係海拔4300米，真係唔可以行得快。導遊每到一個站都會俾我哋聞下佢嘅高山油。其實呢度可以選擇騎馬上山嘅，但係我哋呢班人都唔選擇，因為個山路又爛又陡，騎馬都唔好得去邊。與其騎喺馬背蹬到散，不如自己一步一步咁樣仲實際。我去西藏都頂得住，點知嚟到彩虹山先至真正見識到咩叫高海拔。我當然係包尾嗰個啦。好彩佢哋有2位導遊，一個帶頭，一個包尾，照顧得好周全，真係好彩啊！每次去到景點，雲霧就會啱啱散開，等我哋影相。影完冇幾耐，啲雲霧又返嚟啦，好似特登就我哋咁。今次係我去旅行以嚟上過最高海拔嘅一次 ，Wet Walen 係5024米。雖然成個行程都幾辛苦啊，返到民宿頭痛到我未完全散，但係見到咁靚個景，一切都值得嘅。返到民宿拎返行李，因為今晚要搭夜車，但距離出發仲有好多時間，加上個頭又痛，租多4個鐘頭瞓一陣。晚上8點半起咗身就叫咗 Uber 直接去 Berry Hawk 總站。點解要揀 Berry Hawk？因為佢沿途經過大站會俾你落車玩，玩完再上返原本嗰架車，好適合我呢種乜都想睇下嘅旅人。清晨5點鐘到達第一站，周圍鋪頭都未開，但巴士公司已經特登安排咗早餐俾我哋，成為15蚊 solo， 叫做有餐熱嘢落肚。食完之後，我哋正式出發去塔塔湖啦。當地導遊介紹湖上嘅居民嘅生活，佢哋好有智慧，用草喺湖面築起呢個住所。不過我覺得好潮濕喎，住耐咗唔知會唔會有風濕呢？潮濕就潮濕啦，但係個個都大隻過我，可能呢度嘅生活就係最佳嘅天然健身室啦。離開咗塔塔湖之後，我哋繼續前進，去到秘魯嘅出境關口，再重新入玻利維亞。成個過程都唔使20分鐘，行李都唔使拎落車，直達波國，順暢到有啲驚喜。一過咗關口，我哋一時間衝去唱錢，因為司機話呢度唱錢利率正，同埋唔使四圍去揾找換店。唱完錢，安心上車繼續行程。過咗境之後，都已經中午12點啦。因為玻利維亞快秘魯1個鐘頭，巴士公司安排咗喺湖邊餐廳食午餐，80波幣，環境靚，食物都好好喎。下晝2點45分，我哋就出發去咗太陽島啦。來回船程2個鐘，島上就比較原始，坦白講啦，冇咩特別。如果時間唔夠嘅，唔去都唔覺得損失嘅。你睇呢個哥哥仔喺船上瞓着咗啦，可能真係好攰。太陽島對印加人嚟講係太陽神誕生嘅地方，相傳印加王朝始祖就喺呢度被太陽神顯派到地上，建立咗印加帝國。離開咗太陽島之後，我哋就沿住山路繼續前進，揸咗冇幾耐就要停車，全車人落車，轉成一個小環道，一條水道。我記得嗰度應該係蒂基納海峽，
係科帕卡巴納去拉巴斯必經嘅路。架車就由另外一艘大接駁船載過去，我哋人就坐架小船過去對面岸，再上返同一架車。傍晚6點開始餘下嗰4個鐘頭去拉巴斯啦。但呢度有個小插曲，上星期因為玻利維亞大暴雨山洪暴發，連橋都沖斷咗。結果我哋拎住行李行咗6分鐘嘅泥路，轉乘巴士公司準備嘅另一架車。好彩巴士公司安排周到，仲直接送到我返酒店。如果我早幾日嚟，真係唔知點算。今次算係好彩，起碼我哋到咗拉巴斯嗰陣，雨已經停咗，街道清理得好好。彩虹山，到達塔塔湖嘅草上人家，再到山洪後嘅應變過境，每一步係考驗，但每一步都係難忘嘅風景。如果你鍾意呢種真實嘅旅行記錄，記得留言、讚好、訂閱。我哋下一集拉巴斯見，拜拜。